歡迎大家再次收睇呢個環保節目《綠色創富》，由世界綠色組織主辦，多謝浩天金融嘅贊助。今日咧呢個節目好特別啊，各位，因為請到位重量級嘅嘉賓。施永青先生，大家都好熟悉㗎啦。係，施生，多謝晒。中原地產嘅創辦人嚇，香港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位人物。喺我心目中咧，施生真係知識好淵博，涉獵嘅範疇好廣。咁今日唔係淨係講環保嘅，其實可以講下商業啦，講下企業社會責任啦，又可以講下香港嘅願景啦咁樣。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好開心咧，施生能夠嚟到綠色創富呢個節目。施生啊，我哋傾下偈啦，今日。好啊，好啊。咁咧就其實企業社會責任啊，所謂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而家越嚟越興啦，所謂嚇。即係比起過去10年、20年咧，而家係多講咗嘅。而企業咧，似乎都有一個意識咧，就覺得嗱，以前只要啲 shareholder 開心就得㗎啦，賺錢個 bottom line 搞掂就得㗎。而家咧就慢慢演變到咧，唔係 shareholder， 我叫 stakeholders， 即係持份者啊，香港嚇。即係咁，如果你用國內嘅中文咧，就係呢個利益相關者，即係要同你個企業好有關係嘅，尤其利益好有關係嘅。咁而家咧原來要照顧埋 stakeholders 喎，咁樣先即係要為社會做啲嘢，有啲貢獻，唔係淨係自己做生意得㗎。你覺得而家香港嘅企業有冇即係真係好關心到個社會嘅需要咧？我自己睇咧，一個人喺世上處事一定係有責任嘅佢對佢個人嘅人生有責任，對家庭有責任對佢嗰個社會圈子或者成個社會，佢都會意識到某啲係佢嘅責任嘅。所以唔單止企業，個人出發已經都係有責任嘅。咁呢個責任咧，我就傾向係一個個人嘅價值觀佢自己個取向有個理解咁佢咪會為佢呢個理念去負責咯。我唔會理其他自稱乜嘢持份者乜嗰啲。如果我同佢唔認同，我做咩要根據佢嘅要求去做咧？我係好個人主義嘅。明白。咁如果話社會嘅責任嚟講咧，有唔同層次嘅，有啲係法律層次，有啲係道德層次。最基本可能法律要合法啦。法律層次我覺得係一視同仁，所有企業都要做嘅。咁你交稅啦，要遵守法律啦，交稅唔可以損害員工一般。但嗰個標準咧係法律規定嘅標準。咁所以我認為咧，對企業咧，只能夠係以法律嘅標準去要求人哋。但而家社會有個傾向咧，各人自己有一套道德標準。你就將佢加諸於我身上。我好老實，我唔會因為你嘅標準去決定我個企業點樣行。我係因為我嘅標準決定我嘅企業係點行㗎嘛。人向個人嘅價值觀、道德、良心負責，唔係向其他人負責㗎嘛。所以如果有啲人話呢啲係社會嘅責任，要我去，我必然經過我自己嘅消化、衡量、判斷先至去做嘅。我唔會話你講我就做。我冇呢個責任嘅。咁聽落其實我又知道嘅，施生其實做咗好多善事，又成立基金會。所以我冇要求人哋㗎。即係譬如我自己嘅即係嗰個判斷我唔需要咁多錢，所以我咪將我而家即係中原地產AM730同埋一啲已經賺錢嘅公司嘅股份，全部放晒落個慈善基金度咯。咁呢個係我嘅取捨。我唔會同你講，喂，你都應該咁做喎。你睇我咁做幾好，我梗唔會啦。呢個係你嘅錢，你決定點做啊嘛。咁而家唔係喎，有啲社會上有啲人話，喂，
人哋標機咁做啊，點解唔咁做啊？即係捐晒佢啦。標機咁做係標機嘅事嚇。就唔係可以攞嚟要求其他人都咁做嘅，即係我唔中意嗰啲都唔同嘅，即係同我唔中意呢種泛道德主義嘅。係即係其實都真係好睇個人個取向係即係用你嘅方式。每一個人都係根據佢自己嘅腦神經系統嘅判斷嚟行為㗎嘛。佢即使話聽你講，其實最後佢都聽自己講嘅啫。係所以我就唔算好熱衷於周圍去宣傳社會責任嗰啲人嘅。好啊，嗱咁我哋聽到施生點樣去睇社會責任企業社會嘅責任個人嘅社會責任。好啊，下一節翻嚟我哋再探討，深入探討。